前2天我遇到一个就是老年人吧，就是他在好几年前呢，就是给我们的寺院里面的一个老堪布那里呢，他发愿就是念这个1亿遍观音心咒就1亿遍观音心咒。然后前一段时间刚刚已经念完了，就是然后他呢就是让这个堪布这个好好的回想一下就是把这个1亿遍全部念完了其实我看很多人的这种勇敢勇敢有这个差别的。我们这个附近的话呢，就是念1亿遍观音心咒的人特别特别多的可是我现在那个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些这个不管是老菩萨也好，这个年轻的菩萨也好，这些都是就完成就是什么这个1000万1亿遍的话呢，就是到目前为止听的不是很多的就是不是很多的年年往生大喜心咒就特别有意义的。今生当中，如果你念了1亿遍或者是1000万遍的话呢，再怎么样也是生生世世的是不会被这个各种这个魔障就是所这个阻扰你的。如果你这一辈子当中念那个1亿遍观音心咒的话呢，那这个应该说就是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